华视的台语频道明年要推出的新戏出《老古堡的古董老菜单》，由70年代的歌后吴秀珠甲金钟奖的男主角龙少华来主演。这个导演甲主要的演员大合体，伫戏剧中的主场景大场亭来举办记者会，甲拍戏这1个月以来的心情，甲大家来分享。 台北大场亭的古厝充满十足人情味。台语新剧《老古堡的古董老菜单》的导演甲主要演员大合体举行记者会，华视总经理曾凤嘉嘛来探班，也去炸油饭甲海海城隍庙平安符。一切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场景选伫大场亭，然后台湾观众体会大场亭的美食甲人情味，嘛希望互台语好戏推广到国外。 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看见，说请来大稻埕。我希望这出戏会当突破咱台湾的电影一条路。另外，甲伊做演出暗恋老古堡的管家角色龙少华，伊嘛讲吴秀珠是伊的拥护者，伊伫当红时期是全台走透透的。 人家以前做秀是365天，对不对？每年他是600天，所以他赚到现在，他拍戏是好玩的。他钱太多了，因为他赚不到。这出透过怀古料理找出根源的本土好意，就要伫明年的台语频道登场，敬请期待。